去年4月初3，花莲大地震，这天龙星大楼受损严重。花莲地检署今依照过失致死罪嫌起诉营造公司社团的负责人。检方指出讲，这天龙星大楼因为施工焊接结构设计有问题，提出钢筋的强度敢若发挥70%尔，造成一个人死亡，数百人无厝停好住。那这负责人呢，拢无看过，而且唔承认犯罪，建请法官就要甲伊判较重咧。去年0403花莲发生规模7.2的大地震，造成天王市大楼严重厝气崩起，佮造成大楼的住户坑老师不幸过身。花莲地检署调查发现讲，天王市大楼有结构计算设计含生造者缺失，造成1楼的梁条性破坏，佮因为建筑物控制的能力无够，向南边厝气倒去，有设计歹偷工减料的嫌疑，再告照过失致死罪起诉社团的营建商。诚信营造商他怠忽这个公司的一个管理，这个也没有确实的监督他的所属员工、包商施工，导致天王星大楼有前开的重大瑕疵，进而造成康姓女子死亡以及数以百计的这个住户无家可归，且于饭后矢口否认犯行，因此检察官进行法院从重量刑。检方调查大楼营造公司建筑师、土木的技师等4个人，其中营造公司细家经理和社团的土木技师2个人已经死亡无起诉，设计的细造的建筑师移民去国外真侪年，检方嘛对伊发布通缉。检方伫比对资料了后，意外发现讲2018年0206地震倒去的5基5宿建筑嘛是遭人设计。当初设计不良，然后造成说它结构损坏，然后导致说不耐震，那我是觉得是。应该是要求偿。以这个分析报告看来是，在品质上是有疏忽的哈，那造成今天我们住户在安全上哈没有办法挽回的一个遗憾，该负责的应该要有所表示。因他们的疏失，造成天王星大楼1人死亡，里民失去家园，表示谴责。同时也会协助天王星大楼争取相关权益。天王市大楼的主委王正文强调讲，未来配合司法调查，含接落来中建的行政定数，嘛希望这个事件会当促使未来建筑专业制度更加严谨，避免悲剧再再重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